镜头来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昨昏排审选罢法修正草案，其中上受到讨论的是罢免的标准。民进党的立委伫昨早就去占领主席台，国民党的立委是一直话讲要开会，双方发生冲突。下晡的是党团协商，拿立下三党的党团也是无共识，所以即马立法院长韩国瑜就讲，等拜五要交予议会来表决。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20排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，闹得党团拢发出较激动原谅。民进党透早4点半就来攻占主席台，但国民党入来双方相会。 伫排审的6个修正草案内面，国民党立委柯宇珍提案涉及罢免条件，组织纠集还未满1年的未当做罢免的提议和联署，嘛征得罢免同意票，必须超过被罢免人的当选得票数。选举的时候的投票到罢免的投票，这中间大概至少要经过1年半以上，人跟事都会有很多的变化。那伫双方伫会议无人要让，若要调位齐兴营宣布休困，但到下晡做调查协商时阵，同款无共识。民进党的立场。 不管是联署加严加密，这个都是剥夺人民行使罢免权利。它不是一个加严加密的版本，它是一个落实查核的版本。在内政委员会今天要排案的是另外一个条文，有关于投票门槛。有国民党的委员拿着自己自备的党团的麦克风，这个是一定要在制止的。 让主席坐上主席台，请问一下，到底哪一个比较严重？经过1点钟的协商了后，立法院长韩国瑜才是讲，既然无共识，就照议事规则处理，就是拜五会交予议会表决处理。民众党团虽然讲表示反对提关条件，但对罢免联署认为爱护身份证影本避免假造。法律应该有一致性，联署门槛应该要加严。 我认为现在各自的状况跟治安的状况，反而会降低有些人呢在提出他自己罢免联署上面的一个意愿。内政部长刘世峰强调讲，罢免联署含条件加严，目前是无法度达成共识，只会加大政党竞争，若要对社会安定和家庭经济发展无好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